让顾客兄弟，我们现在备料，是因为我们要去做一个社区服务。你们要准备几人份？大概20到30人份啦。你没有去找红哥他们？没有。你知道他们现在很需要你。我们听到你们在跳这个舞，赶快专程的邀请你们，好不好？加入我们一起跳一个片头。牛排。你等一下套这件，然后戴阿迪的帽子。我们可以玩一个是雨薇走进去，然后我再走出来，一直换人，看他们多久会发现。到你们准备好了没有？我不能这边。这个吸引他们注意力，食物，玉米浓汤这样子。所以我现在就是这样。赵队长有没有成功？你怎么还在啊？等一下我还，那你就留下来好了。不行啊，不行！你在压什么？这真的不行哦。没有，这算好的，因为他们吃牛的多少？他们全都吃牛吗？我再去拿东西。他们全部都吃牛，没有人吃。大概17个人吃牛，然后有些人吃猪，对啊，然后另外做。还要另外做。现在就要配料。哇！芋头哦，怎么会有芋头？高轩，你帮我洗一下这个，洗一下这个。好了。冲一下就好了。好。阿迪，你赶着几点吗？那就今天的那个高铁结束前就可以。没有啦，最后一班是9点58啦，因为我知道。对，因为它只有1个小时一班呐。结果被你拿走了。我刚刚想说变高了，我说奇怪，我现在完全没认出来哎，我还跟他讲说你今天在回去，他说不行了，变高了，他突然变很高。Oh my god！ 阿迪颜值突然变天花板了，原本昨天是老哇，这太惊讶了吧！而且我问他，我问你问题，你都不回答。你这样子，阿迪你很高兴吧？我居然没有认出来，好高兴啊！所以他一直都没有出现了。他一直都没有出现吗？我怎么像胡宇？他刚好这样，一开始是他，帅山东马铃薯是你，我刚才对，这就是他。然后他怎么时候跑出来的？他刚刚去拿东西走掉，拿东西，然后我就进去，我就跟他换帽子。因为你一直在想我们什么时候可以吃1块。我一上门就他就偶啊，人家没有跑过来了。对，他就出去了。哦，你叫他换他进来啊？是，对啊。没有，但我有蛮清楚，突然感觉到一阵磁场完全不一样。然后问阿迪问题都不回答，我想说，可是我刚犹豫，我到底要不要这个时候拆穿？我想说，你有这么喜欢他，不准他回去吗？你们看着这个样子。我跟宇威本来想说2 round 完，我们俩一起走出来，对不对？但是第1 round 就被温发现了。温超没有，没事。太好笑了，这实在太好笑了啦！我真的要走了，抱一下，拥抱一下。不要拿东西看我。同学，真的中间都不要回来。那个进剧场的时候我会去，你自己说的。演出的时候会啊，时间已经那个。4季打过。时间有牛。24吗？24、25。好了，那个先预祝我们阿迪金钟得奖。耶！我们会准时收看。加油！交棒给你了。很荣幸啊，真的蛮荣幸，可以做一些自己平常没有做过的事情。我会觉得哇，原来实境节目是长这样，它有一种很魔幻的感觉，它很像是假的，但它又是真的。因为我真的在服务人家，我真的在教小朋友。其实老实讲，我现在还在酝酿那种心情啊，那种东西，我觉得是蛮珍贵的。因为也许下一次参与，我就不会有那个心情。然后放到水里，然后要挤空气，又卷。我在听他们解释比较好。就好，对啊，就这样。然后之后放在上面，就吃完。面，我觉得很好吃。还要继续用，全部摆在同一边。那帅有跟你说他有多想你吗？是吗？念了好多天，都说怎么都不来一些有用的。我哪有这样讲？
阿婆早安，阿爸早安。呀！哎呦，技术不错呢。 Of course。啦。 OK， 吃饭喽！卸货。哎，这个胡林不简单哎，他们都可以哦。你直接一手拿40也是不简单。这个不得了了，不是，按虫哦。食物放外面。大家好，我是早上好。真的哦，他是客家女婿。 对，他太帅了，然后他忘了记姓什么了。有一点遮起来，有一点。请翻译啦，哦，还敢翻译就好啊。田某啊。糖哦，你们这边是糖哦，我这是他们是甜的，我这边是田某。胡宇威其实他还蛮厉害的，才发现世界有一点不公平。 人长得帅，然后又会做菜。就胡友一出现，是所有人都说我要给你拍照。对，上课上得好吗？不好。他现在只是在找他的那个啦。他在讲的是公平这件事啊。人没有完美的，他如果又上课上得好，那我们就不需要出现啦。我们一定要总有一样要赢过他。对啊。大家好，心情很好，对不对？对。哎，今天可以看到很多的不一样的人。 谁讲帅哥？帅哥，你也是啊。我也是哦。是，再大声一点。帅哥。帅哥好。结巴，为什么结巴？有点结巴。各位乡亲朋友，那我们就欢迎我们今天的新队员胡宇威。新战友，尖叫加掌声哦。想不到我们那个乡亲哦，平均年龄60岁以上，还有这么大的尖叫声，非常有活力。对，那我们很开心呢，今天每一次都有这个机会跟大家来互动，所以我们一开始的时候呢，我们要来做一些热身。 做得到哦，我们在现场有很多的，这个是什么？弹力带。好，我们就请我们今天的算是老师啦哈，高一轩跟大家介绍一下。对，来，好，我们可以先红色的先给我们的阿婆们。为什么会有红色跟黑色的分别呢？因为有强度的差异。哦，黑色的比较强。阿木哥一定是拿黑色的。哎，是吗？黑的，握个手。哦，可以，黑色，碎。87岁了，我们拿红色的就好。现在我们把弹力带绑在我们的腰上了，对不对？绑不起来，肚子太大。这个的话，我们就需要借助一些外力嘛。用力，然后这样子。我都夹到我的肉了，太紧了啦！这样。你变红了啦，真的变红，你太紧了。阿木哥，你可以吗？来，阿木哥，4个儿子哦，吸一下，小心哦，不紧哦。可以。有人想要胡宇威绑在你的。来了。来换我。 60岁以下自己绑。好，我们在这边要先试着做我们的核心呼吸，像我现在这个样子一样，这是没有气的位置，然后我吸气的时候把它推出去。哎，会想尿尿哎。所以你要憋尿，好不好？我们来做10下呼吸就好。预备，吸气，吸到肚子吸满，憋住，然后吐气，很好，再一次哦，吸气，有一点，憋着，吐气，很棒，好，现在。 这个会挂在你的下腹丹田的这个位置，然后后面的人需要帮我拉着，红哥帮我拉着好了，所以后面的人坐着拉着，哎，就是这个意思。丹田的位置，屁股往后走，被他往后拉，然后站起来吐气。不行啊！错误的示范，千万不要把它放掉。这个是见证友谊的时刻了啦。听到阿木哥，屁股高一点，屁股高一点，对。 鞠躬而已，鞠躬，再鞠躬，再鞠躬，3鞠躬，哎，起，吐气起来，站起来，前面不对，刚刚给胡宇威鞠躬，屁股有没有？屁股推出去到这里，好，这个时候就是可以放手的时候了，啊，我们见证了爱情，是不是？爱他呢，舍不得谈到他呢。
觉得还蛮新鲜的，因为基本上是没有这样的经验啊。我跟着阿公阿嬷他们一起就是有在运动，尤其是阿木哥，我觉得因为有他，也会带动一大堆人的气氛。好，我们请于来跟大家讲讲西餐的一些基本的概念。好，来，掌声鼓励好不好？好，各位姐姐哥哥们，哇，你看，好水巴甜，嘴巴甜。想要先问你们，吃过西餐吗？有没有吃过西餐？有吃过的举手。我都没吃过。有吃过。没吃过的举手好了。没吃过的举手。对，没吃过的。还是有人没吃过西餐。我们去西餐最常遇到的问题就是他们都讲英文，对不对？那谁会讲英文？一点点英文都简单的会不会？你我他都不会。他们是没有给，我们来这边也学客语。对对啊。然后现在换教你们学一点点英文，好不好？是不是一点点。一点点。好，所以我今天会问你 ，What would you like today to eat？ What would you like to 你也 eat？ 听得懂？你看，一点点啊。那今天我们可能是有三种肉类的东西的话，你喜欢 pork 猪？鸡蛋的壳破了 ，pork。等一下这会搞混，因为等一下会有鸡的英文大家知道吗？举手答对，我们就送你这个 chicken。没错，因为吃鸡腿要去有骨头，所以要去啃。所以鸡叫 chicken。那有人知道牛排的英文吗？不知道。什么？阿木哥都送全送。那下一个我们要喝什么 ？What would you like to drink？ 饮料怎么讲 Drink。好，那今天我就来教苹果怎么讲。哎呀，那 apple 怎么翻 ？Apple 就是早上看到了，所以人家一个 apple。就是 apple。好，下一个问题哦，有橙汁。因为他们不用教啊，你们都会啊，都会啊。下一堂课。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他们斯坦都种橘子。很多人种橘子。你知道他们草莓的英文他们也会知道。好，看到没有？他们家种草莓。有谁知道橘子店怎么讲？橘子店。妈的，是杂货店啊！那这个也可以。对。那因为呢，我们这施明帅还有胡宇威呢，他们待会要去为大家准备丰盛的西餐。所以先谢谢他们去准备一下，我们再来点菜好不好？好，我们谢谢宇威，还有谢谢明帅，加油！等一下点餐要记得哦，要记得自己点什么哦，要用英文讲哦 ，pork chicken。好，我们谢谢宇威，还有谢谢明帅，加油！等一下点餐要记得哦，要记得自己点什么哦，要用英文讲哦。Pork, chicken, steak, orange. 不能摇头。Grape. What would you like to eat today? Pork. And what would you like to drink? Grape juice. Grape juice. 很香。但这个酱应该是不错的，应该没问题。可以。完美，随便。What would you like to eat? Pork. Okay. What would you like to eat today? 你想要吃什么？中午。It's okay. It's okay. Take your time. 忘记啦。你想吃什么？牛的steak。哦 ，nice 哦。对。哦。这个上色就刚刚好了。好。是我们已经要过去。上汤喽！因为有很多哈，所以有些可能会稍微等一下哈。谢谢。
橄榄油，这3份鸡可以出了哦。鸡的，猪可以赶快上哦，因为快要凉掉。全上，我们这边已经要完成了，你们可能要加速哦。好，来2份牛肉，谁点牛肉？这个是面包，这个用手拿沾着那个汤匙。哇！最开心的是哇，几乎每样都吃光光。看到他们边吃，整个脸都是有笑容的，他们就很满足、很开心，这个回馈是很直接。好，需要吗？好，来，帮你切小块一点。谢谢你啊。不会。不好意思哎。不会啦，哎，有缘的哦，下次再来服务，不要客气。不会。牛肉需要胡椒粉吗？我们的乡亲们，我们现在欢迎主厨2位主厨，掌声鼓励好不好？谢谢。你们觉得好不好吃？好吃，这就是我们要的答案。礼拜五还有没有？礼拜五还有没有？我们来这边好几次了啦，然后都等于是大家都跟我们自己的哥哥姐姐一样的，所以就是希望哥哥姐姐们都身体健康，然后每天开开心心，是快乐，然后这样就是最幸福的事情了。好，有空我们再回来看你们。好，谢谢。我觉得跟他们相处的过程，就让我一直很想家，一直很想回去看自己的长辈。虽然我阿婆有点早就离开了，但是一开始在看到阿婆们的时候，就突然有一种好像又回到那个时候跟阿婆相处的感觉，所以就很希望每个阿婆在这个过程中有开心，有彼此疗愈的感觉吧。就是其实它是一个很互相的过程。我是感动，我一路是在感动，就是在为阿公阿嬷煮饭这件事，因为是会回想到当我开始学习，然后我开始爱上要煮饭这个兴趣的时候，已经来不及。就是感动也是很遗憾，那也很感动，他们可以对于我们的来到是这么的开心，也从一开始不知道我们到底要干嘛，到最后结束都是开开心心的这种，觉得很满啊。所以我觉得这样子的这种情感的传递啊，好像彼此都已经达到一种默契了。那我们在去的时候就会发现到说，哎，他已经习惯我们去跟他们，而且他们每次都跟我说，你下次要再来哦。这样我们第一次去，他们就会说，我们玩那个接龙啊，然后客家菜再来一次，下次来还要客家菜，他会很难忘你。好，来，请坐或请蹲 ，OK。那我们今天有一个新的特别来宾，大家刚刚有看到他吗？我妹，他是谁？哎呀，哎呀，我被比下去。雨薇哥哥，同学好。好的，我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要跟大家说。好，我们这一次呢，大家有没有觉得为什么就是我们要来上跳舞课？不知道。其实我们这次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任务。我们重要的任务呢，是因为我们这次我们要拍一个片头，我们会跳一段舞，然后每一次节目要播的时候都会有我们跳舞的画面。对，所以呢，非常非常希望大家可以一起来参与。我们会在10月22号的时候会录这个节目。我们用最 local 的一个办法，就是我只是想要先看大家意愿怎么样，你也不要害羞或怎么样。对，因为大家就是跳舞就是开心，对，就是这样子。OK， 对，不要影响你的朋友，不要逼迫你的朋友。好，来投弟弟，好，陶蕾蕾，请问你愿意跟我们一起参加这个片头，让我们能够展现我们很棒的跳舞能力的？等一下，请闭上眼睛，闭上眼睛，闭上眼睛。好，来准备哦，3、2、1，举手。很棒！天意来的请举手。哇，几乎全部人嘞！哇，怎么大家都举了？那个小朋友，你那个手举高，男生只剩下1个人没有举手。哎，那个谁把手放下来了？已经那么好，你不举，手伸直，很好。是我们一步一步的让他们掉进我们的陷阱。没错。好，来手放下，好，来眼睛张开，谢谢大家。我们目前是过几乎半数全数通过了。对，那我们这个小时呢，我们会先练舞，然后我们等一下要直接先下街道，我们去试看看在街上跳舞的感觉。好，来，
全部人请起。OK，stand up。好，来，还记不记得我们上次学的脚步？没有这个了，好不好？我把这个拿掉。OK， 这太难了，我们没时间练习。其实我们前面本来想要跳的是 locking， 就是比较复杂一点的舞步。后来希望片头越来越多人参与吧，所以我们就慢慢调整，就变成比较简单的版本。Go， 右脚左脚右脚拍，左脚右脚左脚拍，右脚左脚右脚，左脚右脚左脚，很好。接下来也是一样往前走，右脚先，右脚左脚右脚跳，nice， 拍手，就学这个就好了，太简单了。等一下，来做一个动作喽，左脚在前，转过来的时候，把你的左脚往旁边放，手往上打开。然后这个打开的时候，请给我你中100万的笑容。没了。真的吗？没了。来，我们配新音乐哦。学起来了，你自己来。会吧，还蛮简单的。练舞还蛮可爱的，只是不知道有这一阶段，还蛮累的。好了，我们先原地踏，踩右脚，右左。前面右脚，跳搓，and 打开，2、3、4，转圈，快，互动。为什么会你比哪里我就想水哦，好，来给自己掌声一下。来，我们现在直接，如果你真的很想要参加跟我们一起跳舞的话，现在直接登记在这边，好吗 ？OK。想跳的就登记啊，不想跳的不勉强。对，我点名这个，刚刚跳得很好。想跳的就登记。我跟你们讲，你们刚刚真的都跳得很好，真的都跳得很好。我是说真的，你们真的不要害羞。你们真的都跳得很好，真的，而且你相信我，跳得来，你可以的，你也可以，你们互动超可以。来，你也会跳，来，Let's go， 你也会。我想你，拜托。这我兄弟啦，我兄弟来了啦。你先好，所以你现在帮忙拉人，对不对？签好。就这样子，走，我们就用这一招。为了你，还要你 IG， 你要我 IG 啊？美国招生要 IG 嘞。OK， 好，没关系。如果你突然改变心意的话，欢迎随时来找我们。第一个大家小心哦，对，然后飞起来跳下，进2，好来，你先走。2、3，你们就假装他自己帅，他就这样子，这样子比吗？什么谁的？然后还有说不然要出吧的那种感觉。来，有位置就坐。你们的任务就是看我跳舞，然后拍手，这样然后好棒的感觉，好不好？你这个哭啊，太感人。好，来停。这个好，你在这边哦，不要动哦。然后你站在这边，很好。然后你帮我戳这个洞，好 ，OK。那你在这边好吗？好，就在这边。好，切一半，旁边侧，侧旁边，两边，往两边侧。好，来，我等一下给你们4拍的时间跑回刚刚的位置，然后给我一个哇的感觉。好，来准备哦，5、6、7、8跑，还没3、4，你们看到前面了以后走，5、6、7、8，对 ，OK， 大概是这样子。我们要不要试一次？从头。好 ，OK。然后位置不准没关系，先把错了就错了。你看，我们阿婆都就位了。好，没问题。来，那个3朵花。音乐走。3、4、5、6、7、8，2、3、4、5、6、7，走。3、2、3、4、5、6、7，好。4、2、3、4、5、6、7，
转跳，右脚左脚下，嘿，停住，1、2、3、4，转圈，嘿，动一动，呼，绕圈圈，耶，绕圈圈，耶。OK， 我们到时候22号当天就会长这样子，但是我们前面可以再多彩排几次，对，然后真的非常谢谢大家这样子跟我们一起排。来，我们来集气一下，祝22号非常顺利，然后大晴天。等下我说斯坦国中，你们说吼吼这样子。好，来5、6、7、8，斯坦国中，吼吼！谢谢。Sweet。哦，你的背后有副油很厉害，头右边一点。哦，可以再用力一点。哎，耶！跟洪哥提我好开心哦，因为爸爸会跟我一起这样的一些互动，就是丢接丢接，很简单，但是会累积堆叠一些很深厚的感情。把你把胸部挺出来。对，用腰，对，用腰了，不要用手丢。哎呀，湿头了，湿头了。我们本来讲说主任会出4个，那我们就4个，对，要跟他们对抗。结果后来我发现我们的球员，我们这4个里面呢，你这个态度，因为我真的不会。整个操场就看他一直在追球，一直在追球，对我的眼睛会。什么意思啊？听起来是在整他。对，那个时候我就在想，这个草凹凸不平，我觉得我要把鞋子脱掉，要不然我会扭伤。结果脱掉更惨，踩在那边跟健康步道一样。有，先传回来。可是我觉得施明帅比较辛苦一点哈，我打了好几个那种滚地球，他直接用胸部一接。你痛这里，是不是打了2下？那胸口最大的没有，我们是踢足球踢惯的。哦，传一点，快！哎，哪有这种的？怎么跑？你的衣服上来。哎，二垒，三垒，三垒。什么情绪？打假球？不是啦，一垒手在那边闹，一接掉了。对啊，你赶快跑，一接掉了。干嘛？哎，谢谢。真的是每次女孩子一走，我们就来这个哎，为什么？温温不在，我们都比较享受。说女孩子就讲温温而已，哪人就只有他一个人。没有啊，你也有来啊，他就没有，他就你没知道吗？没知道，他就没有吃过这个啊。那没晚餐吃什么？便当。他来第一餐很苦，他跟我一起做完饭，我们在山上吃，刚爬上山是吃不了东西的，他也没有吃。天哪！不然他有吃到烤肉。是啊，那就OK 了，OK 了。天哪，我还为他担心一下。哎，你可以不敢吃肠子，但你可以试上面的姜丝，很棒。很强烈。客家菜的招牌，姜丝炒大肠。很真哦。你喜欢吃有醋有酸的吗？我喜欢吃醋啊。你喜欢吃醋？双关语。双关语。有酸哦。这很下饭。你们25号演出，你们大概几成已经有把握？道具都准备好了嘛？对。我觉得准备远远不到3成吧。对啊。可是把握的话，我觉得有个7、8成。我觉得那个把握7、8成 OK 啊。舞台剧给人家的感觉，我觉得那种情绪胜过于演技。因为他们都是素人，所以他们不会隐藏自己的情绪，所以他们就很自然的演出。每天这么忙，怎么有时间背台词啊？所谓的剧场长什么样，他们不知道，他没有概念。所以站在台上，我到底在跟谁演戏？我的表演对象在哪里？他完全没有概念。我们能够排练的只有乡公所的2楼。等他们讲话就会直接跟你讲。
但是有时候应该要这样。擦屁股又对观众啊，对啊。然后小蔡甚至讲说，我都已经想好，如果解套了，对，如果中间有卡词的部分，他就跳出来救他们。我觉得你是不是觉得你要走过去那里？这个时候阿娟心里有苦，她说不出来。他想说的应该是，我是有替他们担心呢。现在只剩下大概8天，只剩下差不多8天了嘛，所以还是当然要希望成功，但是压力不要太大。但是我觉得有点替你们担心。哦，15，没有，某，你是。你们吓人了！他自快中了，换，好输了，还没啊，来不及啊，他在一般在喝酒叫发酒疯了。来16，留，好难哦。剪刀布，是。先向着围讲，那你想好了。哎，更大声一点。等我一下。好久不见！不要帮我刹车。好久不见。对啊。还好吗？一大早就这么辛苦。我们家本来就是没出息的。好久不见，好久不见。哎，我都有看你脸书，你的画真的很好看。对啊。对。我也好喜欢。大家好，我是东米酱，大家都叫我阿东。本身就是从事艺术创作。这次个人期其实都是以前都有合作过的，这次有一种很熟的朋友，就这样子来访。东明像他以前就是应该是比较专注在表演这件事情上，然后后来他想要换一个艺术的领域，所以就开始基本上专注在创作上，就是画画。他耳朵其实是接近是听不太到的，所以我会发现他蛮容易在自己的世界里面，但同时有人要跟他对话的时候，他其实是会马上全盘的接受跟去做对话。我昨天下午就到这边，昨天就来了，我那个地方有多大？因为我去看照片，抓不准。对，因为我看照片确实以为很小。我们大概是下午2点多左右就到一个现场，一到现场的时候才发现，跟我想象中的那个大小完全不一样。那我这次思考的是，第一个先涂白，再来就是分配草稿，而且还要去面临到隔一天小朋友来，我要请他们帮忙化解什么。坦白讲会紧张，因为它是一种没有脚本，不知道你接下来可能会面临到怎么样的问题。后来我就按照我惯例的做法是，就把它当成平常创作的方式来看待每一天，可以吗？在这边。Good morning, my friend。哦，对啊。可以吗？在这边。Good morning, my friend。哦，对啊。真的很没有武德呢。武德？你们3个人就自己跑来了。OK 吧？不然给。哎 ，my friend， 嗨，弄什么东西？哦，好久不见啦！啊。然后他的手都是那个，他怕。哦，所以你今天是来。哦，我觉得我们等一下主要的分工应该是让我们的艺术家可以好好的创作，所以我们就要分别带几个小孩这样，把小孩管好。我们要带小孩。等一下，这个是共学堂啊。这边带他们画画。这是为什么我什么都不知道？我也是来这边，我这个什么都不知道哎。我也不知道哎。那你知道我现在穿溜冰鞋吗？我在这。
你干嘛？我小时候只要看到溜冰鞋，心情就很好哎。我想说跟小朋友在一起穿直排轮，他们一看到就会觉得今天是没有没有，我跟你讲，你是会溜的。我小时候看到别人穿溜冰鞋，心情就不好，因为他有我没有。哦，对，我们早期的溜冰鞋是4个轮子的，我是从那个时候开始，而且我们溜冰鞋都是成功牌。哇，这个坡等一下，我要刹车一下。哈哈，好帅！这个坡太大个了。嗨，我们要走这边。好，来，左边，来那个前面那个右前往这边走，嘿。早安。早，大家早。来，我张老师小朋友来这边。来，小朋友来这里。来，跟着东老师一起，哎，对。他们画成跟那个图一模一样的颜色。有没有看到？把这个图画到这边来。我自己没有很担心，因为当来到这个地方的时候，其实你会觉得一切都很自然。那个自然是不管是小朋友或者是这边的长辈，他们生活的方式，他们其实自身有很满的温暖、爱跟创造力。然后我反而是有一点希望，就是东明香来到这里的时候是会融入在里面。我觉得他很适合啊。我也觉得他很适合。来，给，很棒。好来。哦，好。当我在看第一批学生来的时候，我就发现到说他们蛮有想法的，而且很大胆的跟小朋友说，你们可以自由发挥。我很想要帮你们把这个画的过程留下怎么样的回忆，让他们有开朗的心情去创作。你在画山猪？你画你自己哦。画他自己。山猪哎，山猪在这里。山猪，这是什么？乌龟。他的外号叫山猪。哦，那是外号叫山猪。我说山猪来，你要画什么？啊，我很会画山猪。好，你来画个山猪。结果这样一画就是绿绿的乌龟。一看就知道是乌龟啊！它肚子也太圆了吧？这只是大肥猫哎。不过确实它是某种动物啦，但是我不知道是什么东西。然后另外一个说他很会画牛，他画到一半就大哥救我。你会不会画太小只？画成猪了，这是猪，这不是牛。所以我才说我画错了。啊，猪就给它胖胖的啊，然后肚脐叉叉。不错啊，这样子很可爱。哎，青蛙眼睛留下来补一下，然后它在哭，它在哭。哇，画得很漂亮哎，这是猫对不对15秒。你要不要上去涂？有可以啊，有梯子啊。梯子，你要不要试试看？哇，小可一来就要上高高了。摔下去就可以跳一跳，干嘛啦？可以。来，阿波。阿波来看他孙子了。咖啡色。喂。小心脚，小心。成功了！我们终于把山猪变成恐龙了。我觉得画画好玩就好玩在你其实一开始本来想要画山猪，但最后会画成恐龙。我自己觉得这是一个很美妙的状态。来，5年级、4年级去洗手，我们准备要回学校了。拜拜。赶快去，拜拜。换班。我本来在上什么课？刚才我们4、5年级的哥哥姐姐。那美劳课你们会干嘛？画什么？我们来了。来，往里面站一下。好的，看到有一块的，请你们帮我们把颜色画上去。把颜色画上去了。剩下的空白的地方，你可以画你们想画的。空白这些地方，你们想画什么就可以画上来。对，比方说你们想要画星星、月亮、太阳、动物啊，蚊子，那你们可以蚊子也可以啊。你们觉得他是穿什么衣服，你就把它画上什么衣服啊。好，那小朋友就开始帮你要穿的裙子还是裤子开始涂上去。好看，好看。对，大家帮你拍张照哦。嘿，你干一点，再用黑色的。才不要，好，那你不要，那你色的小的。帮这只老鼠上色吗？是。他们把原本的圈圈改一改，就变有造型了。对，另外的东西啊。绿色的，不是这是铅笔。你要把那个绿，还是把这个黄？可以。你要那个绿，全是灰色的就对了。创意，刚刚摆的小孩子的创意无限。哦呦，好了没？这个保险链太急了吧？
好，那你是我可以过去。本来是现场都分配好颜色，都是经过那个色母去调好，你再怎么画都是很可爱，都很没有问题。突然就是有一个人家拿那个色母时间撞上去了，那完全颜色的部分都失衡了。先讲那个什么涂满了，变成没有主题的，还有那边没有被破坏掉。对吗？这里艺术家的风格。我也不好意思告诉小朋友说，够了，可以了。就是又不忍心看到学生那么喜欢拿着刷笔一直在那边创作，我就整架了，你们就画吧。因为基本上是要让每一个人发挥创作，我应该要有所保留下来，这是我学习到的。画进去。来了。啊，你们慢慢吃哈，慢慢吃，好，慢慢吃。你们多好，你们来又吹冷气，又天上光。真的哎，刚刚在那边好晒哦。顾着吃饭。慢慢吃。啊，有跟廖姐分享，你要不要坐？坐这边啊。来，换你嘛。可以，一起聊啊，看啊。给你介绍一下，这是村长的妈妈。东米酱来了。对。地瓜饭很好吃呢，什么地方没有？你们我们真的客家。挑地瓜，不要只吃饭的。对啊，有啊，都有啊。不要客气哦。不好意思，我没有在客气。你们都叫他们阿婆、阿爸、阿婆、阿公。阿公。哎，东明巷也是客家人。我爱豆啦。他做。还是我们好朋友。他姓东，东西南北的东，东明巷，东明巷，因为我们等一下画完之后，我们可能还有一个活动，待会我们要去舞台剧的话，你可以去看一下。如果说你时间上允许的话，那你如果想要演，我们就帮你安排一个村民的角色。快死掉了。6年级。李静老师现在要我们做一件事情，首先你们来，你说。早上低年级，动画计划对不对？现在是拍一些洞，来填补小空洞。然后呢，像这个，它是一条鱼，但是我觉得是毛毛虫。杀了它，把它杀了。这字不能杀哦。那字杀了，就这些哥哥就会杀了你们。这边给你们收拾残局。我要漂亮的点点。好。等一下，我也帮你们画一个。我不要。我帮你画口红。为什么有人画一个西虾在这边？老师说要把它盖掉。是吗？他为什么要盖掉？来。他们不知道哎，他们觉得他们想要改图。天哪，好可爱呀！我妹站得高。你要涂掉吗？对，他要涂掉，对，他要把它黄色那个黑色涂掉。不是原本的就很好了。没有，他们说不好，他们要涂掉，然后再裁掉。没有觉得还蛮有创意的，而且把它涂掉，不是变成对前一个小朋友画的都没有了。你们想画什么画什么？那是什么花人？这个可爱。为什么旁边还多出了这毛虫？酷。不然发完还要回发给你看哦。那边哦，这里怎么有水？对不对？我希望是能够留下的是小朋友的创作力的，突然多了
大人的线条，这很多就会让小朋友的创作会被大人的图案盖过去了。原本他一开始上舞来的时候，他有调了这些他想要的色系的粉色，但是因为高年级的跟其他的就会一直想要有别的颜色、别的颜色、别的颜色。但我那时候就想说，哇，是不是我这帮了东明像一个倒忙？因为小朋友想要什么颜色就去帮忙生。还是我跟他说，有点不好意思，因为那个要共同创作嘛。对，对我而言，有一次我快要崩溃，要转灯讲要跑掉。他很诚实的跟我讲一句话，一刚开始的时候我好开心哦，因为小孩子画图我心里面说，后来高年级来画的时候，我突然觉得，他说小不见了。童真不见了。然后说那怎么办？他说那就这样吧，我再想想看再怎么修。我就看到他心里面好像有稍稍有一点失落感。后来我就心情较为平，再回来，而且还好我也多留一天的时间，我再来看人头还有没有完结的时候。你在画什么？我是在补个眼罩，就希望能够。你没办法，现在让我画。整齐一点。嗯，对。刚刚是灰的。哎，大家好，大家早安！大家知道我们今天要做消防演练的讲座哈，这叫做缓降机。我们给他加油一下好不好？给他加油一下。对，你也怕，你不用怕，你不用怕，加油！不要。他们还是会怕。首先呢，非常谢谢大家，大家在这么短的时间之内要吸收这么多的资讯，其实很难。不要怕错，错了也没关系。我们其实，在表演的过程中，也是一直在跟自己相处。3千，我爱怎么讲话就跟怎么讲话。导演，我觉得这样观众没有办法看到他了，你就不要在这个地方讲。我觉得你就不要去看别的地方，因为这个戏比较重要，有些情绪需要酝酿的，你会想一下再讲。